鑽石能量水系統裏邊有6個濾芯，每一個咧都負責唔同嘅任務。第一個係獲得美國 NSF 認證嘅頂級陶瓷濾芯，佢係可以隔除泥沙、鐵鏽等雜質同埋細菌。經過權威化驗所測試咧，有效率係達到99% 以上。第二個濾芯咧係由活性炭同埋天然礦石組成，可以除去水中嘅色素啦同埋異味，調節水裏邊對人體有益嘅礦物質。所以鑽石能量水咧飲起上嚟係特別甘甜嘅，只要你一飲入口咧，馬上可以感覺到嘅。第三個濾芯係符合美國 FDA 同埋 EPA 安全標準嘅高級活性炭同金屬離子轉換器，能夠濾除一切有害嘅重金屬、輻射物、化學劑同埋農藥等等，效率遠遠超越國際安全指標。經過呢3個濾芯之後，水已經變成絕對安全，可以飲用，而且味道仲好甘甜添。但係鑽石能量水系統最重要嘅部分仍然喺後頭。第4個濾芯係 CE2000 派能量轉化器，亦都係鑽石能量水系統嘅心臟，能夠釋放高能量，將水分子團分解。CE2000 派嘅能量轉化技術係目前世界上最先進嘅，佢能夠將水分子團分解到最微小，最有利於人體吸收。澳洲同日本嘅高科技化驗中心都證明呢個事實。第5個濾芯係高科技 ID2 能量穩定器，穩定水獲得嘅能量，令水分子團能夠長時間保持微小。第6個濾芯由獲得美國 NSF 認證嘅高密度活性炭同天然磁石組成，將水調節到含微量鹼性，增加鈣離子同埋含氧量，更加適合人體健康。經過6個濾芯之後，水就變成健康水，亦即係鑽石能量水。